台中雾峰的六股社区，乡亲用红包袋做鱼仔吊饰，可爱阁真有喜气。许多人跟着老师将红包落对后，两边阁凹做三角形。许多人做甲真认真，过年民众拢会收到真侪红包落啊。六股社区就请老师来教大家用红包落啊来做古水动物。要7个红包袋，做起来才有办法做起来，给那个老人家快乐一下，运动一下啦。利用在自确定的红包落啊做出来鱼啊较水，虽然真侪阿公阿嬷头一摆做，骹手淡薄乱糟糟，也毋过完成作品会加将有成就感。每一个长者对这个活动，第二可以动脑，可以动手。利用这个红包落啊，地当做出一尾活跳跳鱼仔，为了给叮当，将它伫处理水当当，嘛对特别高的元宵节添加喜气气氛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